我真欢喜个吼，总是也是真正叫做什么啊？伫基督啦，可是你知影我伫4月12个吼，才学堂有一个学生，伊伫遐看手，然后阮就去到干嘛啦？对阮讲，然后欢请菲律宾。哪会知影阮倒来时阵，我毋知敢若我鱼，我的目睭全，我有共向个讲济汉讲着，我的目睭肿啦。我的目睭肿毋是单单安尼，第一我的即个颳个吼，我是挂一个链仔个，一个甲配迄个衫啦，就是普通衫个，哪会知影规个全加那个规个加真发人啦，所以真正艰苦个。总是我伫日基督个，我想讲，我原在要讲啦，今仔日所以请恁咧讲的时阵，继续推我基督。我也多谢做职员鼓励，推我基督。当我讲我要甲热汉讲的时阵，热汉才拄家己打电话给我，所以我感谢主啦。所以这项物件今仔日有通直接讲。咱你怎么讲好？恁已经有头路，已经灭点圣经了。我是真欣赏恁这个团体有这项，佫伫遐骹手隆重。即阵咱要讲的哦是喙啦，吼、我到即阵奇怪，迄个乌色原在伫遮。哦，咱出来了，OK。所以讲哦，咱真像这个喙个吼，咱讲话哦，我今仔日，我其实我咧想的时阵哦，我也是无偌久，我已经我无招火了啦。哦，我讲实在，忝彩你毋知影讲我几岁，我最近也甲恁讲，我都你要70岁咯，毋知恁相信无？所以讲哦，我最近哦。因为我的身躯跋倒真侪摆，所以我6、7年坐伫轮椅。我顶摆你若捌我，我亏病，但是真正捌我讲，我是也活啦，我也搞叮当，也搞讲话。那个阮老爸哦，就是伫迄搭讲，就是送我一个圣经节哦，是关于讲话。然后最近我直直想，我一生怎啊，我怎啊要互主来用？现阵时我伫神学院。所以我家己伫咧想讲，我呢爱伫遐将对的话讲对的话，通帮助下一代。我毋知恁是怎啊，我相信即个团体，咱逐个人是无做伙，毋是囡仔咯。总是咱讲的话有荣耀主无，有帮助人无。所以我今仔日讲，即个圣经所讲的哦，即雅各书，你若有去家读的时阵讲。总是看到讲真侪咱伫教会哦，就是即项物件个哦，就真正哦，互主用，毋通互撒旦来用。所以我按正要讲个吼，咱讲话逐个皆会晓，总是呢，有时阵咱讲话个也是袂晓，了讲话毋知要怎啊。拄好咧讲要祈祷，有时阵要祈祷要怎啊？其实咱对心来祈祷，上帝就会帮咱人。总是咱有时阵袂晓啊。哎呀，今仔日我对这批事情我家己学真多，因为呢，对这个在这咧提醒我，咱讲话着讲什么。我有时若开目睭对不住，因为我倒病哦，我无法通挂稳型目镜。我最近就是迄个目睭，遮遐佫一粒咧个无好势个，然后我后壁也是用个，请恁继续祈祷。因为抑有人个所以会疼，总是无嫌疼咯，所以请恁继续推祈祷。所以所以我今仔有较紧张，我规个感觉讲毋知会看着袂，会讲着袂，所以请恁若听，若推我祈祷咯哈。OK，即阵我要讲个，直接甲恁讲个是讲，咱毋应该讲的5款味素，我用味素个种的物件哦来。形容咱头一项个是真正涩的话啦。你若想着涩咧，就是想着讲鸡子哦，什么款的鸡子啊涩啊，无涩的。所以这个款的话是什么啊？也咬找人毋对的话。哇，咱伫教会是毋是安尼啊？你知 milligram 哦，milligram 个脚背你牧师哦，这个真够讲多啊！总是真侪时阵个哦，伊咧讲了时阵，有人就要加批评咯。这个
milligram，你在内面讲200摆吼，伊的文雅错毋对啦，吼，伊讲法，伊真侪内面的文法都毋对啦。伊无咧听伊讲多，伊咧看伊规个文法毋对，这一个女的信徒呢，住遐直直，无咧注意听牧师讲道啦，看伊的领带哦，看伊的领带，那绑无好势，那绑啊真长啊！了对囡仔了man，哎呀，咱即阵啊第做真侪做阿妈咯，歹妈咯，吼，做妈妈，咱是怎啊？咱经常讲啊，你是戆，你真万代讲你袂晓。最近有一个消息哦，伫省公会，因个因老爸老母也受气伊，伊大学去会考，咱知会考的时阵哦，200考袂着啦，吼，因老爸老母真真骂真受气，你知伊创啥？伊真跳楼，真近阮遐哦，真跳，伊遐有一个天主教院，遐有一个楼阁，才对遐跳去省公会啦。迄省公会我才去惊着，公会凊彩公会。有影咱顶摆个哦，细汉的时阵，咱中国人真正谦卑，会讲啥物啊？你即个戆囝啦，哦，甚至阮爸爸个有时阵会讲啥物啊？你即个戆石啦，你叫阮阿兄恁捌小牧师个，叫伊戆石啦，吼，所以个哦，真正也是叫阮阿姊臭老生啦，安尼个戆废咯。所以个因为计讲，比如家在我甲阮小妹无过安尼讲咯个，比如伊叫我张金啦，阮爸爸是叫我张金，可是我也张过，我也活发啦。所以个哦，咱有一阵，咱会影响迄个囡仔一生啦，咱就真犀利啊！我毋知恁咧听的时阵，你捌去骂你的囝无？你捌去骂你的孙无？咱就真犀利讲话。一个信徒看着阮爸爸讲，伊毋是看好的啦。伊讲恁跩囝5个哦，去做牧师传道啦。然后咧，顶摆阮伫用个个少年的时阵、青年的时阵，去将隆重团契的主席哦，甲占去啦。哦，阮儿子做示范的主席，我做团契的主席，阮阿姊做示范，所以个隆重个做团契，阮小妹安尼，伊毋是去欣赏啦，唉，咱毋知有去欣赏无？欣赏你的囝，哇！你最近佫晓学煮食，佫熬煮呐，佫晓煮鸡卵呐，哦，鸡卵佫煮啊也好势哦，哦，爸爸妈妈也真正 proud of you， 真正骄傲，真欢喜。有时阵毋是安尼体，了有时阵咱去互人请的时阵，咱会讲啥？也袂讲，哎呀，做物件哦，今仔日请的遐好食，吼，在死也贵诶。毋是哦，咱有时咱会讲啥？敢若咱路买迄个鱼啊，无新鲜啦，因是无去注意吧？咱看是看毋着诶。圣经箴言17章第9节安尼讲：食看人会毋着，祈求人会听。规摆挑担离间密友，你若直直伫啊，找人会毋着个，咱甲人诶朋友诶关系计无去啊。唉，所以互我想到真侪时阵，咱都应该讲诶话，毋通直直爱找人会毋着，要去注意是注意怀毋着诶物件。要怎啊过？我知影阮有朋友有安尼，逐摆毋是懊恼诶，就是定定看人会毋着我，来批评、挑剔人诶物件，所以真艰苦啦。咱第二款诶话呢，毋通讲诶是甜诶话啦。即个甜诶话咯，咱大家拢是讲做湿啦。真爱敢若像家影咧讲，你爱敢若讲即个话，我是因为敢若你茫讲个对伊得着好处啦。你若捌我个，我真爱包礼物个，我咧包礼物是真水个，所以顶摆个我按
福音社咧做工的时阵，一家青年人看着讲，哦，阿心姐啊，你真够包礼物哦，你做替我包无？别人我通送我女朋友，哈哈哈哈哈！伊苗准直接讲阿心姐，你替我包了啦，哦，你帮衬我包，你嘛，伊就佫讲你真够包啊！爸啦，你通送我通送我女朋友也真欢喜啊！哦，了了，伫中学的时代，这个是写实的代志哦，发生。伊讲，哦，阿心姐，你真好哦，所以你会做咧，互我小开本，伊无带小开，伊转就是爱甲我讨小开个哦，别来面去买个哦，伊就讲迄款的话啦。然后个哦，咧考册的时阵，你是考册有名的个，你会做砸我袂？你互我看偷看者，我要无？你想看觅个？伊会讲一寡真正什么啊？好听的话，甚至呢，有一家人讲：哦，你爱缘投哦，你爱缘投哦。敢若背后有什么？你做替我的目尾也动。你听着你什么感想啊？你感觉也好笑哦？住遐是干那只？你学习，完了伊有目的。所以有一个讲哦，一个历史教师，这个是啥实的？伊种碗锅卡，拢总干呐，伊咧真严个，所以若咧考册啊什么，伊也无要放过啦。总是呢，一日啊个哦，伊有咧一个聚会，咧周年咧校庆啊是啥物，然后住遐趁机会，所以学生都学落语。哦，这个历史先生是怎啊偌好偌好，哇啦害咯！这个历史先生呢，福音干哪只啊？唉，所以结果咧，你又知影什么代志？所以咧，结果咧，伊则讲隔日就讲，OK，明仔毋免考，OK，恁减恁的功课，咱实在是着说你，咱是毋是讲，你若要请人帮衬，直接帮衬讲，总是伫背后讲，一家讲你缘投咯，你真水咯，你真勇敢咯，你真好咯，你会做帮衬我做即项迄项话。你需要人帮衬，会说你我较袂晓读汉文，会做请你帮衬我，即个圣经才怎啊读袂？哦，所以哦，遮箴言27章21节讲什么？鼎为炼银，炉为炼金，人的学路已经试验人咯，所以咱着小心啊，毋通搁伫遐爱讲甜的话，毋通搁欢喜听甜的话，是毋是啊？咱着伫遐鼓励的话，毋是讲甜的哦。所以我希望恁对遮伫团体内面，咱会是通学，会法通学什么？你下礼拜有法通做主席无？你有帮衬有啥物困难，我帮衬你。你毋是伫遐学老伊，则害伊，则感觉讲伊着做迄项代志。所以我希望咱伫团体哦，着真水利，咱特别对人。有时阵咱对人伫面前真水啊，总是伫后壁讲无好听的话。第三款的话是啥物？酸的话。哇，这个酸的是啥物啊？大家咱都真水利哦，弯刀的话，伫这个春秋的内面哦，有一个国王国君啊，伊个哦，伫遐个咧食兔仔，恁知食兔仔，所以当伊食兔仔的时阵哦，真酸啊。则另外伊的部下的人则看着讲有一个部下的人，则讲我即个个较甜哦，互你食啦。那个另外一个哦，咧弯倒啦，则讲啥讲歹话。你猜过？国迄个甲你讲过吼？
这个君主啊，这个人个已经喙个已经食了，已经臭咯，已经有毒咯，再要干哪食？再要摕互你食，也唔应该啊！你应该就去死啊！你知这个君主也是袂晓想啦。伊全干那一个春秋迄个一个国君个，伊全怎啊？全下令将迄个人落去监狱给杀死。咱唔通害人，讲一句唔应该讲的话。亲像我昨晚甲你讲迄个爸母，我是唔捌伊，这个是对新闻出来，我唔知恁有看到无？两摆咱应该就伫遐安慰伊，安慰讲囝袂要紧两摆，你还佫有别个时阵，还佫有法，你佫继续去读啊，你还佫少年，还佫有法吧？总是讲无好听的话，结果迄个囡仔跳死，有救无？无救，这个就是苦话。所以咱有时阵哦，爱伫达讲一讲湿湿的话，真无好听。阮倒是骨中的秀兰，这个是箴言14章30节讲。昨晚所讲迄个苦话，就变做真这个乌烟咯。咱对一家寡妇咧，咱怎啊安慰因呢？咱该讲什么啊？啊，你真是苦啊！你那样苦啊！你那样少年都无丈夫啊！上帝敢无听你吧？咱讲安尼话，你对每一个人讲，你讲多谢。敢若你对我那无安尼讲啊？你是骂我吧？唉，你知讲哦，妈妈，敢若妈妈那规日互阿兄地好呀？敢若我的家子呢？那逐摆是酸的啊，无好食啊，骨涩。伊较听阿兄也带，然后咧，我顶摆伫中大学的时阵，这个是实在的代志，我到今仔也会记得，已经遐侪年咯，要讲起来已经50年都有咯。伊讲啥 ？Joyce, mataba ka, parang ka baboy。伊甲我讲，我哦真肥啦，亲像猪啊。我肥是肥啊，总是我毋是猪啊，我毋是猪啊，所以我定定真正艰苦，心真 hurt 啊。我手术忘长了，咱规个肥去。我细汉是上过山了man，总是呢有一日啊，上帝替我伸冤，因知我来巴加达，伊毋知敢若真家婆，去看我的分数，则看到我的分数也悬，伊对迄摆开始则毋敢阁讲我咯。我真艰苦心啊！对怀少年呢，对怀伫特别，若有爸爸死咯，妈妈死咯，丈夫死咯，太太过面咯，伊所听的人过面，咱去到失处哦，第好是茫讲话。阮超工去读这个 counseling， 有时阵咱佫讲，敢若伊若死啊，就是无听喙啊，无听上帝，伊无听上帝啊，佫无听你的话，讲话要创啥？如何艰苦心，伊都已经过面咯。咱去到失处，第一做是上帝安慰你，是仰望伊心主，咱一日会相见。毋通我讲啊，真侪其他的话。哎呀，你毋好对当以后真可怜待呐！啊，你都个顾跩误的囝，啊，你的新妇怎啊有孝你无？啊，你去到失处去讲跩话要创啥？所以呢，实在是真艰苦心啊。然后咧，按学堂的时阵，你来做学生，敢若你若袂成啊？在世先生也艺你的，啊，无一定啦。
干那你来犯干事啊？你才是犯罪的，你有毒留意在咧艰苦咯。你个讲坏话，了去找医生。有时阵你才对人讲什么话？讲你去找个医生唔对啊！迄个医生我逐摆医死人啊，敢无影？莫乱主讲啦！迄个医生也毋是安尼啦。哎，我甲你讲就是安尼啊。伊就是阮有一个团体的人对安尼讲，说你就是安尼，毋通去找个医生，迄个医生无好。4篇139篇11节讲，我若讲黑暗的确真比我周围的人讲的确真做黑暗。咱今仔讲的话，世界已经真正做问题咯。咱毋通去加一间乌云，加一间苦话，互人艰苦啊！我是求主伫遐帮助，我伫遐直直默想啊！我即种年纪已经做岁咯，我着讲什么话？有时阵工人，我真爱骂伊，干那只？伊对我无礼数啊！我真爱讲我是头家啊！干那你都安尼啊？我会记得我顶摆伫香港咧做女团导，我阵未结婚，一个工人啦，我从桌顶哦，小可冲淡人，伊就骂我。我真爱讲欺负饲你啊！我真爱我迄阵带一个教会，我是别款的话，钓住话吧。我真爱讲伊骂伊。我说我比你的，我是领薪水比你较多啦。我是女团导，你若都安尼讲啊？拢是圣灵伫内面，干啊咧做工，啊是嘛？因叫我小姑娘哦，我是讲潮州话哦，即阵啊，小姑娘，毋通哦，毋通吧？说落去，一款第5款是真大，真辣，辣是真什么呀？就是达到真大嘛，真够受气，你气死人，真恶啊！女的就爱讲酸的话，男的就爱讲一款真热的话咯。对不住哈，我就安尼讲。咱若安尼讲话的时阵，不特别互人真艰苦啊。就是有时阵拢骂错话，该在咱基督徒较无咧骂错话。你若安尼体无乖，我要甲你拍死！你敢有影要甲拍死？你若讲安尼讲诶，我就无要治你啊，甲你赶出去。你是插头啦，猪头啦，牛头啦，无出息啦！哎，我毋知迄个老爸老母是落尾甲因讲什么话，总是真正艰苦。箴言第15章第1节讲：回答柔和，互受气退去；言语爆炸，激动人受气。箴言26章26一节讲：你若好歹正确的人，甲国什么永生争端，就亲像村的火鸡炭，火上加茶一样，哦，拢总将这火炭的加đặc，所以若咧受气的时阵，有影咱会受气啊。我嘛是会受气，我无安尼定会很乖。这我学什么呢？我学离开迄个所在，我无要讲。然后我静静，然后我合喙想看我咧受气什么。我才祈祷主啊，我都应该这样讲。我真受气，工人有时无理由诶，做毋对咯。你去倒讲我，哎呀，咱在世有拄着这代志。
人教我讲过一项法，当你咧受气的时阵，停咧，算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你会停去，你会袂过真正发生的。然后暗中祈祷，主啊，赦免我，我无受气，我应该就怎样讲，实在是无容易。处事在代志哦，是真无简单的。真然后呢，人有代志有一款，咱有这个骄傲的心，我无办法，人有时阵挡袂掉，总是伫遐，毋通冤啊，规个变做鱼仔嘅红去，真艰苦。那咱应该着讲什么款的话啊？咱应该着讲亲像盐调和的研究。主耶稣讲你是世上的盐啊，马太5章13节。盐是基督徒生命的一个木，有这款的物件讲出来研究就亲像盐咧调和啊。哥罗西4章6节，你就会研究都常常带着火气。哎呀，我真爱这节啊！咱会研究，你捌做中国人无？做中国人，盐咧有4方面，互咱学习咧。头一项是调和，伊做诶盐咧，毋是咧互人欢喜诶，伊毋是咧互人伫遐咧注意家己。下联会成功，毋是因为你是主任委办啊，毋是因为你是顾问啊，因为你是迄个讲员啊，毋是因为无人好啊，咱无需要啊。盐按内面是啥物？是牺牲啊！伊带来伫菜内面哦，若无迄个盐哦，无好食。你捌无？我即阵啊，就是都少盐少，袂做你有甜的吧？计嘛无好食，我爱食面。唉，佫袂做食饭，食一汤匙饭。若是迄个有豆油肉啊，什么食一汤匙饭，尽量无食。因为呐，较咸咧，我就是着食饭。迄盐哦，就是咧调和啊，毋通摕伤侪盐，真咸啊。人着佫加食饭，啊，着佫加食面头，啊，着佫加食种个包啊，吼。盐的功用呢是成就啦，总是盐的作用哦，就做调和啊，吼。然后伊牺牲，毋是住遐咧，互人讲你伫遐，你是迄个伫内面咧出钱的，真正伫遐咧帮衬这个团体，真正伫后壁咧牺牲啊。有一个先生，伊帮衬真够保底，帮衬人咧保底，结果到伊会办的时阵哦，时间到了，却袂赴。因为当我真受气，因为学生，我讲敢若是你若安尼体啊，你去帮衬别人，互人遐赢，总是迄个评判员真会做。你在讲啥？这个先生，阮知影，伊是去帮衬人，真牺牲。这个班果毋是袂晓啊，总是伊牺牲去帮衬别人。所以呢，全校报纸是全校逐个人头名。这班果是因为无够时间，伊报纸无够。哇！迄评判员是盐啊，这个先生也是盐啊。佮第三项什么？盐是什么？包容啊！有做毋对，有包容无？喊喊，毋能够遐食受气。盐内面个，你摕伫盐，摕伫肉，摕伫鱼，摕伫啥？伊有讲，可是是我好食啊，是我啊。伊叫我安尼讲，无啊。咱有时阵啊，特别阮一摆啊，报道我伫中心咧读的时阵，伫香港的中国神学
研究院，我按遐读神学个，然后去到派去泰国伫遐实习啦，因遐无算读啦，也艰苦，你想讲无算读要怎啊？所以迄物件真过歹，真过臭啊！所以因结果就创啥呢？因结果就用盐解包，然后予伊个呐袂臭，调和啊。这嘛是有一个比喻，这西门彼得就是一个例。主耶稣甲伊讲啊，先退基督，因为西门，撒旦想要得到你，亲像花白一样。但我已经为着你祈求，叫你无得你失了信心，你回头以后要见过你的兄弟。感谢主，有两位执事咧冤家，去啊，总是一位执事，就是我昨晚所讲的退后祈祷，然后散伙的时阵，成就对不住，我讲话伤大声，我讲话我误解你，还是你气啊要死，到了的时阵我去斗人，我唔知影，这个牧师互人骂，但是伊用大度听心对待误会伊啦。我会记得我爸爸真像真爱这个体咧开会的时阵，人会讲真侪歹话，讲按接事会开会讲真歹听的话。我的爸爸常常讲来，阿头祈祷，阿头祈祷，恩望因的听会包容，这个就是盐嘛。咱有法通做一个盐。哥林多前书13章第7节，我真欣赏你咧默念圣经，去运动，实在是真无简单，真好。佮真侪人咧默念，继续啊，真好。这圣经讲什么啊？听是凡事包容，凡事吞忍啊。听，你用听，你去听就是盐嘛。Lawrence 控讲一句话 ：Let go, let God, let go。主互人骂，伊无定，佮反倒伫咧骂，受害无讲威胁的话。可能恩望聆听进步的遮个，你若爱聆听你进步，咱这个讲话哦，实在是一款的力量，好歹啊！我甲你讲，阮伫一个所在咧做工的时阵，阮真艰苦心。阮本来想讲要去遐九年，当时咧想袂到，阮9个月就倒去，干哪？话语，伊讲牧师无咧探访，牧师无咧准备道理，牧师无咧干哪？阮按礼拜堂干哪讲啊一大堆，总是到路尾阮行的时阵，上帝互阮包容做盐，阮看着伊对别个所在，我无要讲吼，有缘定甲伊笑笑，结果阮即阵啊真好诶朋友，变做干哪包容啊，听包容，然后佫一项什么，都牺牲啊，都感觉毋是我，毋是我才有法通伫互恁对即搭啊得到主诶帮助，恁诶教会才阮福气，毋是安尼。菜我昨晚所讲诶，你煮偌好，伊也袂家己讲是我啦。我你若无参名，嘛无好食，从来无一个安尼man，也袂讲啦，也袂去爱乌死啦。那乌死上啊，迄个咧煮食诶人man，会欣赏迄个，
伊敢会鱼，伊会欣赏鱼肉落来啊，虾啊，咱真爱食虾，真爱食钱，真爱食鱼，会去学落来。哇！你今仔日即个鱼卖啊，遐大尾啊，虾遐大尾啊，也大尾，你捌看到也大尾，会真吧？哇，也好啊，也肥啊，总是袂讲迄盐掺落去也好食。去厝内，你请才甲你讲，喂，你今仔盐是对倒落买，咱遐好食啊？敢会安尼讲嘛？总时咧，你若无出来做工，伊讲你哦，哦，你无落做工呢，伊就讲我。总是即个物件咯，咱着学盐啦，学盐啦，对我的精神，毋是我。四篇115篇讲耶和华，荣耀无归伫阮，无毋通归伫阮，因为你的主爱甲诚是归伫你的名的，是主的名的啊！哎，咱真容易哦，伫教会咧唱诗歌，还是伫倒咱的底下的冤家，总是呢，咱仰望讲哦，毋通为着安尼一句话，有时阵人才离开教会，离开麦加蒂教会，因离开恁的团契。我实在是仰望求主者，咱来学习做盐嘛。我若伫遐参啊，我买一人送一包盐互恁，即个通互恁知影讲，咱着做盐嘛。讲话，伊迄所说4:29则讲，有话言语，一句拢毋通出嘴啊，毋通随时讲做，咱着随时来讲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起的人得到益处。唉，毋是单单安尼伫箴言25:11，我真万代爱一句，一句话讲得合宜，就亲像金的苹果伫银仔内，有无？一句话讲得合宜，哇！你今仔日哦，实在是无简单。你徛伫遐知啊，遐侪人咧讲你身躯伫遐无好，总是咧，你还佫也出力啊！我也欣赏你。你伫后壁伫教会做工，伫牧师团契、牧师的面前，你捌伫遐欣赏伊无？毋是别人要讨家己欢喜啊！我别人今仔日，吼，你通推牧师娘讲道，毋是安尼。假使头一个喊你话讲，看我艰苦，我有法通或者请别人，比如拜一咯，伤过艰苦。我若是做迄个，则蜜月请迄个讲员无简单啦。所以我家己知影，我知影讲，主啊，你会帮助我。我直直祈祷，我直叫人推祈祷，嘛先我一个目睭，我看这个目睭，假使我冤哀热啦，吼。所以讲，总是我会看着。我主啊，你着帮助我，你着帮助我。感谢主，我的丈夫，鼓励你在世有法地啦。感谢主啦，我有同工伫后壁咧替我祈祷，我有好朋友，我有团契，阮有一个小组咧替我祈祷。感谢主，咱最后就讲者，咱着传扬主的话语啦。即阵啊，我爱劝我这个是讲，咱的话语，我仰望你今仔日有法通为主者传福音，讲一家互你的厝边鼓励话，做甲因讲话，看因有啥物身躯艰苦，啊有啥物需要，该问我讲，恁离开世界，你有肯定人去天堂无？讲合宜的话，讲一个造就话，然后你又讲你离开世界来到上帝面前，伊来问你，你有无好好的讲？伊若讲主要问你，你有无好好的使用言语造就别人？
你会知会回答啊。所以我读一句哦，这个 point， 这个 point 个是伊的 author 是 unknown， 唔知啥啊。我先读汉文，等下我再读英文。伊讲一句无小心的话，通引起争端；一句残忍的话，通毁坏人的一生；一句可热的话，通注下仇恨；一句野乱的话，通致命打击；一句温柔的话、温柔的话呢，通互气躯化为平淡。比起讲吼，一个喜乐的话，通互人呢会暗落，会暗真暗的落，才叫光明。一个合语的话，通互一个紧张，真做轻松。其实我今仔是真紧张的，当时阮丈夫讲唔免，我替你祈祷，我轻松，通讲出来。你唔知影，但我确实是真紧张，因为我真艰苦看，然后我目睭一肥人，我是较好过我颔棍，总是我就是真紧张了来讲起来，这个听心的话，诚实啊，听心的话，你有法通医治这个创伤，这个伊拄着灾厄，真做福气。我唔知你要真做什么款的人。真对不住，我今日煞袂记你要创 PowerPoint 啊！我是袂记的呐，规工课在那倒咧床，可是我都滴目睭药啉过，我煞袂记，真对不住啦。若无这个是真万代水讲啊，这个通互咱通学习做话语讲。那英文啊man power of words， 我知影恁真侪去读英文的吼。A careless word may kindle strife。A cruel word may wreck a life. 很惨啊。A bitter word may hate instill. A brutal word may smite and kill. 真是的。我直直听到，直直想到迄个跳楼的青年人。A gracious word may smooth the way. Sorry, may smooth the way. A joyous word may light the day. A timely word may lessen stresses. A loving word may heal and bless. 你要做 loving 人无？你要做 bless 人的人无？你要做帮助人的人？对当以后，咱毋望咱逐句话讲你是帮助人的人，因为一句话若讲得合宜，就亲切有一个，毋是单单苹果啦，金的啦，金的苹果干哪只？互你干哪只？有法通互你真做摕伫一个云的网啊内面，真保守啦。OK，多谢，我讲今仔日讲到这。